写予学生朋友的代志36。我的某阿甜，陈雷。我的某叫做阿甜，看起来20通岁。老李看到我，远远就闪，毋甲我讲话。我想，伊毋爱互人知影我是伊的翁。查某囡仔笑面皮，惊见笑的关系。因兜的人嘛共款，讲伊还袂做人。因规家拢真顾谦，不过大家拢知影我是伊的翁。卖鱼的局捌甲我讲，中啊，阿甜讲伊还袂做人。我甲伊说明，阿甜惊见笑，歹势讲，我有去妈祖经抽签。嘛是讲天生注定，因拢知影啦。无局太会当面甲我讲，无采一个好翁，毋是讲我，是伫讲啥人。害隔壁卖肉的阿肥笑甲歪腰，因拢知影啦。毋久，见摆为因兜门口过，看到我，就走入去味。你看。有人接秘书，有一项我未啥了解，伊甲别人拢未生分，人好，有讲有笑，哇，伊的笑，闷闷啊笑，花心的甜蜜，亲像伊的名，人看到袂输芳闻着蜜，叫，挡袂牢，陪我去。今仔日伫菜市仔牛场。哪行哪直接挖头过来，甲我看。长头鬃，白衫白裙插红花，抹胭脂。哇，迄对目睭，爱搁惊，惊搁爱，愈行愈紧。我真知，伊的心内惊的后面扎着爱，爱的头前就是惊。伊的心肝大底。见真是对我有心，查某囡仔歹势表示，今仔日伊知影我会去菜市仔，雕工装水水，头一摆抹胭脂互我看，伊的心意我太毋知。哇，迄对目睭扎伫后面，看袂到的，就是爱。有一天，伊会知影我偌好。无当搁找啊！妈祖婆讲天生注定，局嘛讲无采一个好翁。今仔日局甲我讲，阿甜要嫁人啊！因母饲要大鱼大肉，因兜办喜事，将其买来，将其买来。我早就讲妈祖婆嘛讲天生注定。紧来去准备，剪头鬃，洗米露，新皮鞋。我甲局吩咐，一定来互我甲阿甜请。局阿肥笑甲歪腰，规个菜市拢在笑。毋是你啦，毋是你啦，